下关系，天拢有上下关系，人嘛共款有上下的关系，所以人爱去练上下练经济。经若讲到即个志，即个志向，其实拢爱立啥物志向？拢是爱立天命的志向。爱知影上天爱咱做啥？全部的字拢是讲遮讲遐顺治啦，是定名字啦，已经有讲到几下的即个志向，即个志向就是爱交代咱的天命之为性的即个志向。爱知影天命要交爱咱啥，爱咱做啥。毋是讲简单的志向是要爱去事业啥物款的，毋是哦。志向就是讲了解天命哦。咱看到即个代志，看到即个礼，爱了解即个志向。因为时间关系啦，我袂当逐个拢甲伊解说过一遍。我先简单讲履卦第一句话啦，文王甲咱讲的履无为，为就是人的交际嘛，为人处事爱像人打着好话共款，伊就甲你教履无为不跌的，伊就是教的意思。上天下者不知爱懂得分上下。懂得分上下，人都有所谓的，人就歹斗阵的啊，这文王就真感慨啊。甲阮一人讲是老虎共款，人就歹斗阵的，我就是甲你教，你甲打落去尾啊，你甲打甲伊就甲你教，你看你爱偌注意就好啦。你若愿意行这天命，行王道有机会啊。你若无愿意人随时拢会来甲你教。所以讲，文王就甲咱交代。你遮细腻，遮细腻，叫人袂甲你教着，这是礼的精神啦。所以呢，后面讲一句真正有啊，再做一个小修经历的。你会基础，所以我想要家己先第一个讲，因为孔子伊我整理出来，伊甲历经的64卦，其中的9个卦是甲经有关系。讲到第一个基础就是这个履卦，所以我再先讲这项。这个履是练的基础，履合而至。讲到这类重点是爱和，一切拢是爱和，这个和为中心。所以毋是讲这规矩安怎，一切都安怎代去和都和谐的。咱三宝的合同就是要互咱上快和谐。所以这是第一个基础。咱莫想讲是做无好无要紧，咱做无好后壁基础，咱基础问题后壁其实拢会有问题。所以若是讲我今仔日有地位，咱对人无好，其实拢毋是安尼。一切都要和，履合而至，达到至，到达这个德。以下这五项的拢有益，五项拢是有益的。咱看一段：主公曰：平而无忝，武而无骄，和。主公就讲啦人一个人嘛真平，但是伊袂去共谄媚，就是袂去落。咱讲袂落走后门啊，谄媚嘛，谄媚就是讲走后门，是讲你共骂的。简单讲就是无应该啦，无应该，但是伊嘛是去做啊。为着啥物？为着要求嘛，为着要脱离即个病，会谄媚，我是为着脱离即个病啊。我今仔啥物去共谄媚，讲实在啦，来甲咱谄媚啦，一定是当有好处，当有利的啊，毋管是有形无形的。所以今仔咱的地位较高，有人甲咱谄媚，咱嘛无需要欢喜啦。虽然讲人介意听啥好听话啦，但是你也知影，要谄媚就是较想要脱离伊的生活，是要脱离即个病。头前讲着嘛，是讲生即个心嘛，你想要生即个心来脱离即个病啊，所以你才会去做人谄媚的代志啊。病拢会想要脱离嘛，拢会想要唔爱嘛，我安慰即个病啊。但是主公讲嘛，主公伊若做会到咧，伊若做会讲
歹共风雨歹嘛，伊愿意安伫即个平，这无简单哦，所以叫平而无彩，这真无简单。伫咱看这个社会哦，咱检视咱的心啊，包括好学嘛是啊，甲好学共样的人，只要有人成就比像我较好，就我嘛就点去提心啊，哎呦，像咱成就咱比我好遮济，就我嘛感觉眼红呢，嘛会眼红呢。啊，迄时咱来去检讨家己哦，咱袂当安尼哦，咱安伫即个边，别人变较好，我去安伫即个边，有义有骄。偌济人负，咱负咱莫想讲一定要做好嘢啦，伊爱现就好啊。偌济人有一好嘅物件是比别人较好，值得炫耀，秀出一大堆啊！食好、住好、用好，啥物拢要秀啊！这是一种骄傲。咱若无愿意收落来吼，咱负拢会骄。啊，富人爱骄，共款富平常就好，如如不动就好，如同讲安尼如何？讲出讲安尼不错不错，可以啊可以啊不错，但是因来到平地咯，富而好礼，安尼较好。另外讲即段是要甲咱讲即个礼，工作概念，会当做较好礼是无简单的代志呢。所以咱今仔来当做较好礼吼，咱即个礼会当做较够，咱富而好礼。工作干得多了，因为咱病无法度安伫即个病，咱落无法度收掉即个收掉即个负。病是要去脱病，无法度安病。你负了，就想要外放啊。有偌济人拢讲，等我有钱有闲，我就来想到，当你病的时阵，伊安尼讲，所以当你有钱有闲的时阵，走去倒位啦。才来想到啊。所以要富而好礼，要非常要家己，我都这么搞。所以贫而乐，富而好，安，甲阮安伫即个贫，要安平就无简单啊。但是，咱讲安伫即个富，咱人毋是贫就是富啦，就算是你食在中间嘛是共款啦，甲别人比较，大部分就是贫嘛，拢是富。所以咱同时先。东西有平，有负的角色，咱共款讲安平做到，共款爱困会落来，我想讲互咱先外放落去，加上即个礼，安尼就对嘛。好，我继续来看下一个零啊。多地利用不老有讲着三种，所以利用主要就是以中用的原理来去大家做参考。为之归零也，即互中庸，并贤即广泛，互言为不实际。变咱做讲即个零，不要帮助拢讲即个零，讲非常济。所以这零是一个答案而已啦。所以帮助有记即个难为。所以咱来讲即个零，咱的某想这零，咱无法度去理解。咱来想，咱以帮助记即个来看工作安怎讲？讲工会即个人吼，即个位置嘛，人讲为即个人啦，或者共款意思。因为人就是人嘛，人的道理做较高，仁者仁也啊。人的道理做较极致，就是人啊。所以回伊做人的境界，还是回伊本身是代表即个人，是安怎责无中庸，愿意去行即个中庸之道。一生即款款无烟，我有去查，是咱咧讲一善，规个论语没有一善，用出来一遍，连做出来一两遍，讲着出来呢几啊十遍，所以一善讲再出来一遍了。工作一旦讲得善就好了，才能讲得一善。这嘛是也建议啦。一善代表啥物？上界顺呢？代表这个善是无任何分别的，自性的善，这是讲咱这个自性啊。回伊行中庸之道，中庸之道是安怎？你得到这个自性之法，上界无分别的，
咱的自性生出来这个身，敢若讲变性啦吼，见性，咱拢有变性的契机，毋是讲见性离我们很遥远。有的人拢会讲，恁修炼讲要明心见性，无一个人明心见性的。有人会来甲咱迄个类似说甲咱放好，讲你若无一个人，无人明心见性，怎讲啊遮尔远？其实咱随时拢有明心见性的时阵啊。咱的良心发露的时阵，咱当下不舒身、不舒服的时阵，迄拢是咱见性的时阵哦。咱发道心的时阵，无为着家己咱管理心而上的时阵，迄拢是见性呢。这嘛是大家才讲的哦。发道心是见性哦。真咱若想讲咱没有明心见性，是咱无法度长存，无法度全权服役的服饰之意。咱其实拢有明心见性的时阵。咱管理头前讲的，应成无所住的心，那个为着相依相法来形成心的时阵，你管理这个你管理放得下，卖人一句不生气，卖人我属咱的理咱个生气，你是生气，你就无啊。因为是啥人生气的？是咱这假我的生气啊，是咱的我自己生气啊。啊，你有我执我见，那可能是明心见性啊。那今天管理安住在一生，安住在这个如如不动，安住在这个清凉、这个清净，唔通八风吹不动，披打过江，那种太容易起心动念了。所以一生传统颠覆于实际。好像有话讲对吧？但住了又如何？但住了就无法去常得不存啊。因为咱拢知影人，亲子之间上好讲即个人啊，啊是安怎？有人会讲，哦，我的爸母我都存袂落，我的囝儿我爱袂落，像咱为人的人生会行到安尼。所以咱来去检讨，毋是讲咱的命歹，毋是讲咱的爸母歹，毋是讲咱的囝儿歹，是咱的心，较有责不中庸，得离善全全服役，咱去自我检讨哦。会讲歹，拢是因为你想要得到好，你会比较，你讲别人的爸母好，别人的囝儿好，因为你起这心要得到。你想要的，你是行这个中道啊，无讲着爸母歹囝儿歹，像较顺的比较，顺的爸母囝儿歹，囝儿嘛歹，兄弟嘛歹，我顺人在顺嘛无讲啥，最共款的意思啊，敢真正是咱的爸母歹囝儿歹。对我最近拄啊，有一个案例，有阮囝嘛，有一个新闻咧，讲3岁囡仔。上一遍伊才知，拍甲伊病爱开脑啦，就讲拍甲可能脑影伤大啦，脑拢止血啊，伊讲就甲伊调来讲啊，有看这件代志是安怎？是一个查甫，迄个囡仔毋是即个查甫下，即个囡仔是即个查甫下，即个查甫甲即个查甫做伙。先爱甲伊做伙，就寂寞嘛。寂寞就要找一个伴。这查甫这囝是生的，所以对这囝无好啊。所以生气就拍这个囝，拍这个小男孩，这个查甫又不敢反抗。其实因讲出来拢明个道理啦。查甫想要拍，生气无好，主要失败啦。健康是这样，是这样理由，现在你看归纳出几点，全部都是为了自己。你若愿意把自我放下，你哪有可能讲看到你的囝儿互拍甲安尼，你无去做到？全部都为了自己的会晓讲惊得罪他，还是讲惊家己受伤？正经有仁慈之心的人，为人父子于此啊，为人父母都是子于此啊，那有可能会离去嘛？现在的离去，自我蒙蔽了，蒙蔽那个真我啊，你自我放大，蒙蔽真我。
即当咱若做着咱的自我的心伤强了，你看，咱生命将即个上界强这人的心就发袂出来。看到家己囝儿互拍，你互拍死，竟然都无法度无动于衷，对无动于衷。所以，赶快有真侪社会上的电动车拢是安尼啊。社会上的悲剧其实都毋是偌可怜啦，拢是自我伤强而已啦。你若个愿意自我放掉啊，爱照顾爸母，嫌讲家己时间无，嫌讲想咱爸母甲咱这么侪时间，还不是为了自我？愿意把家己时间身边都奉献自己。有的人会讲，可能结婚几年后会互相抱怨，抱怨讲，我离婚你看我爱袂落去啊啦，生活都歹，什么物件都歹啦。其实这句话就有问题了，谁叫你爱？这句不是讲你的咯，我意思讲呢，谁叫你现在还在乎爱不爱？但这个是人生时阵早就不是爱不爱的时阵啦。爱不爱是你家己的感受非常的重视，人生每一个阶段拢该过去了。这个时阵你是爱牺牲奉献，那么爱，更较在乎家己的爱。这几天内底有人讲着啦，这毋是讲咱家己感受偌重要，你感受伊无爱无，伊对我无好，这个是每个时期，你若往照袂掉大了，有那个在意的呢。有那个在乎别人对咱无好无好个咧，是爱懂得牺牲奉献的时阵啊，咱毋在意家己的感受，你家己感受遐尔济，你这人你发袂出来啊。人就是董仲舒若嘛讲即个人，伊人讲着讲不为己啦，伊人伊拢是不为己为人呢，所以你为着家己的无可能显露出你这个长德啊。人你是常德之手，咱就牵袂出来。你家己的一切的常德永远不存在，所以这讲呢，我当咱愿意无所作为心了后，他可能是这样理解。你愿意无所作为人，会当理解哦。无为了家己，为了像以前好像比较容易做到。那为了家己的感受，为了家己的外撇，这人家执着。当你不执着的时阵，常德乃足啊，复归于南方，听起来天心再从此流露出来。所以呢，人心耗尽而欲千之啊。咱人拢有这个一生的心，拢有这个见性的心，这个自性的心是清净的。咱拢有这个清净的心，但是咱的欲望，咱的自我把咱牵掉去，把咱牵走。为了要顾家己，还停留在咱讲从小停留在幼稚的思想，无管你有家己提升，停留在形而下小气还是大气，甘愿去做这个小气，不愿意形而上行这个得大气，用给咱开起来，人心耗尽，咱真正是好这个真德，咱真正是好这个见性的，咱真正是好这个一生的，但是互咱欲望开得起。欲望就是色身香味触法嘛，自我嘛。我是开你行，你无你开你行，所以咱愿意莫好开你行，应心无所作为心，真正，我想真好理解，是咱做袂到的，愿意而已，转个念，心无所作为心，咱拢做袂到。啊，所以这个人，伊帮助大家讲，也德性是啥物？谦尊而谦德之品。我是找到这个谦来代替伊啦，因为谦就是讲家己较上家嘛，愿意放下自我的身段，这个谦做会到。你这个谦，伊嘛是共款，甲自我放掉，这人才显现得出来。得一病啊，病啊，权柄，你无法度掌握这个德性，你拿袂掉，握不住。你愿意听低，愿意低下，你才抓得住这个别的两个。我到后来，别人讲很空泛，什么都没有。谦尊而光。
天地的德行，是足尊贵的。耶稣圣灵被用钉在十字架的前一天，伊做啥代志？甲门徒甲伊领导，甲伊洗骹呢。那群买咖都还可以我想一样，脚是很脏的，可是人家愿意把每个门徒洗脚，愿意放下自己的身段，你这尊才会出来，这光才会出来。孔子周游列国，毋是咱即摆想的，哇，迄拢是来露宿街头的咧。你古早嘛，要来讲住愈社住安怎？咱即摆去露宿街头，几工看咱敢会做一个？一点都艰苦的嘛，他是控制不了这个，把自己放得很低下，去过艰苦的日子。有时个人在乎，家己过了好，别人对我有好，放袂落来，那个在乎家己的感受啊，添孙理根，互咱有自信放光明。看人看这个光，会当互人感受，会当互人感化。你无家己放袂落来，你变怎啊感化？人看到你这里讲高、讲高，看到这里，你变怎感化？哦，所以咱在后面的咱引出来，然后这个才会感化人家。哦，这是看下一个场景。义，哦，中庸讲的嘛，强嘛，义就是这种外在行为非常的适当，哦，行为正当。啊，讲到迄行就是爱合而不流，良在调，中义而不义，良在调。爱强。非常没落，所以在讲领主是伊的代表，领主完全不没落，领主有够强，把金德推出去，不是讲那边跟人争强斗胜，是那边把金德给撒出去，没有任何的退缩，这里真正强，合而不流。咱愿意收掉这个金，这个立场，有真侪人，因为惊人得失掉，所以讲这个是。拢唔敢，结果变成同流合污，这是非常可惜。伊可能本身有真善良的心，但是伊做袂到合而不流，伊做袂到中立而已。刚讲人叫伊安怎会安怎，因他敢违抗。那你讲，这有什么错吗？没有错，但是可惜了他的人生。伊用看你行去啊，伊我都要应声啊。人讲团体，你是个新人搭入去，但团体叫你嘛，你当然爱安怎？人叫你来参加，参加这晚会，你嘛唔敢讲拒绝；人叫你去做啥，你嘛唔敢讲拒绝，就很容易合而流，中立而已啊！你无法度守着家己立场嘛。所以伫遮其实咱非常感恩，咱有即个修行啊，即个咱讲的即保护神。所以毋是讲。咱做袂到，咱能力还是不足。但是你若愿意行用这个道，你愿意讲你是一个修行人，你愿意甲人讲，我食菜，我修行的，讲实在的，人袂甲你做第二摆啊，看你愿不愿意理应尔。有的人拢唔敢，但是你若愿意来行这条路，其实简单哦，你啥拢免讲来。一主人合而不流，中立而已啊！这是上天互咱的一个福利啊！圣灵把咱的路拢铺好啊！只要你愿意，你行这修行的路，主人互你合而不流，中立而不离。有人讲我朋友无啊，朋友拢无来看什么紧，我今仔就要讲这个换我嘛，换我是讲真闹的，讲着换其群。你分配拢线条意思我紧，换其群原籍。帮助人讲原籍，这是好代志哦。因为你只个你只个族群无共我线去，这是好代志。以后甲你做伙拢是光大爷，帮助讲的，拢是有德行的人。你以后同样是有德性的，光大也是好事情。所以咱愿意伊正确的代志，咱想讲咱安怎，不要什么都放不开，无迄个放袂开的啦。你愿意的这个德是上盖好的所在啊。到最后，伊个团体，甚至你原本的朋友啊，拢会失去。原本的朋友共款去尊敬伊，伊会尊敬你这个光。袂讲这个朋友拢袂去啊，袂
人家尊敬你，甚至你家感化的，互伊有机会行用更较好的人生，安尼遐做啦，这是用法甲卫生的啊，就伫咧顶来甲咱应承一下吼，爱愿意，因为这是同流合污是污浊的嘛，咱甲这个污浊的环境要互咱澄清，俗呢是讲世人讲啦。属灵用医行净之其清，你这个污浊不是要澄清，要哪做会到？净啊，净就做会到，但是重点要安怎？持，这句上帝嘛是这个持啊，用医行净之其清，咱来愿意持的落来，徐就是缓慢嘛。这缓慢是讲咱动作真慢，是讲咱的心境不躁进。你愿意困会落来，你愿意，你想要得到的，莫你遐尔急。有人拢想讲，我甲人做就是要得到伊要爱的物件。我若是去了，怎拢得袂到啊？你愿意持会落来，等待上帝的正道。中面有讲啦，君子居易以事命。稳做咱处理即个变动的环境，守住伊天命就好啊。爱守会牢，中面有讲，顿势不变，逼离不废，顿势不见之。若么毋知影你无任何社会地位，你搁袂后悔，因为你的心困会落来啊。你困会落来，在污浊环境才会当澄清。你困会落来，久了你就清啊。你心如如不动，我管你困会落来，你就清啊。属灵安依久，为人安的环境，想讲要搁较久咧，但是呢，久了人会散漫了，其实你到后来你一事无成。就当做后辈是人讲啊，爱动，真正爱动啊。袂当一直拢无作为就去啊，啊你作为一定嘛是共款爱持。哦，伫安尼环境要救你爱动嘛是共款徐生。慢慢啊，你心态困会落来，莫是讲一下子要有什么款的成就，一切成就是咱的缘分，咱的天注定。这两无中咱会这个持啊，不管是这个动还是这个静的环境，你要困会落来徐生徐清。这个是长久之道，长生久之之道。所以，赶快拿，咱这个技能有想讲，要赶快，人生要拍拼，要安怎一番的作为，心态困落来，要哪里急，方向抓对，等待着下去，等待布料也跟着来呀。所以，这个你有啊嘛是你会用的，一定来甲咱讲。用伊就是咧去作为啊嘛，作为你甲爱顺哦，要去修业啦。咱要去修道，毋是要得到啥物，爱知影爱顺，顺是顺家己的意思，顺下益上。已经的顺法是安尼，顺下是怎样家己顺这个形而下，益上帮助这个形而上。顺下益上，顺德之修也。修德是爱愿意顺的哦，爱愿意静的落，爱愿意困的落来，爱愿意跟人家同流合污，顺的落来，顺家己顺的落来。先顺先难离合，开始会较辛苦。控制嘛，这拢是控制讲话啦。开始较辛苦，修炼开始较辛苦，但是最后你会足好个啦。你的习惯啦，你的习惯行道行到足自然的啦。自然，咱哪会讲你为什么办得到？就主人啊，不做色身香味触法，说心这布料做主人的啊。什么做主人开始袂惯势尔，先难离合。讲出来甲咱免地啊，咱莫惊。
愿意去做就对啊。